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。嗱，我自己咧個鼻鼾都幾勁下嘅，所以不嬲咧，我太太咧都好驚同我瞓覺嘅。咁我所以咧，我好努力試下有啲咩方法啦。有人聽講過有個鼻鼾貼啦，貼喺個鼻度嘅，咁啊當然效果就唔係咁好啦。我亦都試過做啲鼻鼾槍，咁啊射落個口腔裏邊嘅，咁啊效果咧，咁啊聽我老婆講翻咧，效果都唔係好顯著。咁咧都試過用針灸，咁針灸咧可能針灸當日咧、當晚咧就都會好啲嘅，但係之後咧可能過咗一兩日咧又會故態復萌，所以都好煩惱嘅。對於我嚟講，除咗我自己之外啦，其實你有鼻鼾嘅話咧，你個人除咗會嘈到其他人之外啦，嘈到太太之外咧，其實你自己嘅睡眠質素都好差噶嘛。咁我就諗咗好耐，咁最終咧我諗到個最新嘅方法，噔噔就係佢啦。嗱，記住喎，其實我戒指咧就唔係送俾老婆賠罪喎，啲戒指係我戴嘅。呢個咩戒指咧？呢個就係杏林安健嘅安睡戒指。啊，呢個戒指戴咗嘅話，就有助減輕我哋嘅鼻鼾症狀嘅喎。咁我都覺得好特別嘅。點解戴隻戒指啊都會有呢個效果咧？戴尾嘅手指有咩效果？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到鼻鼾咧？咁我就即刻好白咁睇一睇佢入邊嘅解釋啦。嗱，原來咧佢有英國啦、美國、澳洲嘅臨床實證嘅喎。原來戴咗嘅話咧，就可以刺激活化呼吸道旁邊肌肉嘅神經，就可以減少鼻鼾。而原來佢寫住啦，人體咧係有14條經絡，當中有6條咧都係經過手指尾嘅，所以包括係包心經啦、心經啦、小腸經啦、大腸經啦、肺經同埋三焦經。原來咁樣，所以就戴住呢個戒指咧，就可以有助減輕鼻鼾嘅症狀。你話係咪好神奇咧？嗱，如果想了解多啲，同埋親身上嚟試戴下嘅話咧，記得當日嚟到我哋杏林安健嘅攤位 B09、B11，約定你哋到時見。